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野人小孩。前不久在这个雅西高速四川石棉服务区惊现野人小孩。我想这个视频大家恐怕都看到过吧，在网上就是一个不明物体快速的在那个台阶上爬过既像猴子又像野犬就是野狗。因为那个视频拍的比较模糊，看不清楚。后来也有更多的视频流出那就更清晰了。原来是一名3岁的男孩，全身赤裸，头发蓬乱身体黝黑，对吧？用四肢爬行在台阶上找食物等等，表现出来的动作就像模仿狗一样的。那么这个视频在网上一下就火了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上了热搜。我看这2天网上这个热搜特别多，所以咱们也来聊一聊这个野人孩子。当然这是打引号的野人。这个事情在网上一传播开之后那就有很多网友跑到当地去看，去一探究竟也有媒体记者去。那当然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根据了解说孩子以及他的父母来自云南大理州南涧县无量山镇新镇村。这次一家人开房车途经上述高速收费站，人家一家人也是出去玩，结果碰巧被别人拍到了，在那个服务区休息吧，对吧？或者上厕所或者干什么。那随着这个事情的持续发酵，这一家人他们是云南大理州南涧县的叫新镇村的村民。那么据当地人也就是新镇村的其他的村民说，一个叫杨梅的那这是化名他告诉媒体他说孩子的父亲一年四季都不给孩子穿衣服，村里人为此还报过警。10月16号，南涧县警方、民政局、妇联等部门回应媒体称，该家庭经调查未发现生活贫困或虐待情况，孩童行为系父母独特教育方式所致，采用回归自然的教育理念。10月18号，南涧县县委宣传部向媒体表示关于孩子不穿衣服的事情，当地派出所、民政局、妇联等部门曾去过孩子家劝导过，还对父母表示也就是这对父母他解释他说孩子因湿疹容易与衣物摩擦，不太喜欢穿衣服。按照他们的解释说这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外人没有权利干涉。由于这个事情本来我不想聊这个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聊的，但是我看这热搜上面这全是这个，那我就找了一些资料看一看，结果找了半天不知所云。就是说我想找到有记者采访这个，对吧？这个一对父母或者他们家人，据说他还有爷爷奶奶，对吧？有没有记者去采访他们，或者他们有没有社交媒体，对吧？有没有说这些事情？没有这个信息都是采访当地村民，村民说，网友说，然后当地的官方说，所以这个就比较遗憾，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父母他是怎么想的。从这个网友拍的视频看这个视频网上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个小男孩似乎有一些与众不同了，也就是跟正常的小孩有点不一样了。他学狗爬行大家也知道因为视频它总是比较片面的，它不能反映全貌那小孩日常是什么样子，那也是通过这个网友只言片语，通过当地村民只言片语，那不太好判断。总之只是让人感觉比较心疼那这个事情一发到网上，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多人关注呢？是仅仅出于对这个小孩的关心吗？还是有别的原因？背后有什么流量密码吗？按照我们的说法是谁希望我们愤怒？目前看不得而知。我这里因为很难看到这个父母的说法，所以我只能看一些媒体他们怎么描述的，怎么说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各大媒体说，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什么南风窗，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我看这个广州日报下面的这个叫南风窗他有一篇评论，他说看到野人孩子心里为何那么痛。他是文章说他说3岁的儿童在公共场合如喘爬行，但是他都打了引号是对现代文明巨大冲击，它刺痛了我们基本的文明观，或者说本能的凌弱之心。柔嫩无辜的稚子不但没能得到加倍的呵护，甚至毫无为人的尊严。这只是一件发生在家庭内部和特定个体身上的私事吗？强烈的社会反应已经说明答案是否定的。
在现代社会，每个儿童享有独立的人身权利，并非其父母所有物。儿童保护是一桩神圣的公共责任。只是在我们的习惯语境中，家庭教育常常关起门来，获得了某种超然独立的自律性。也就是说啊，家庭的教育自成一个封闭的产域，不易被外部力量触及。野人小孩事件因此也指向一个社会痛点：家庭内部的权威发展到极端，如何垄断了儿童正常的生存发展权利？公安、民政、妇联、社区等公共救济力量又存在怎样的真空？应当如何及时介入？确实啊，我看了很多媒体报道，实际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地政府无能为力。你也可以说他是不作为。但是我想啊，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在咱们这个文化习俗下啊，地方政府叫无能为力。有的媒体报道啊，当地村民还多次报警，认为这一家人虐待小孩，那说明当地村民还挺热心的。但是问题是，警方去了有用吗？啥问题没解决，所以才后面出现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对吧？被更多的游客看到了，上网，所以这事闹大了。那这个是不是个误会呢？随着媒体的报道啊，确实有很多未解之谜啊，就让大家感觉你想不通。想不透。这个南风庄说啊，他说令人惊讶的是，野人小孩并不来自一个物质和文化匮乏的家庭，其父母反而拥有高学历。据媒体披露的背景细节，孩子的父母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有大学学历，母亲有研究生学历，家庭条件并不差。据媒体报道啊，这孩子的父亲30来岁，是云南当地大理州啊，就南涧县的，他有本科学历。而这个孩子的母亲说40来岁，是北京人，有研究生学历，而且他们家有房车。那你说他穷吗？你说他没文化吗？你说他不懂吗？不可能。所以说这让这件事啊更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据媒体说啊，孩子的母亲曾经在村里面衣着暴露，经村干部劝说后穿上衣服。该家庭在农村拥有自建房，也就是那个男的啊，他在大理州南涧县，他老家是那儿的，他有自建房，但是他不住，他在离自建房不远的山上搭窝棚住，还购买了一辆房车用于旅游。也就是给我的感觉，他们对吧，更喜欢亲近自然，他是那种就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与众不同。当地知情人士也称，这家人日常吃素，精神上向往返璞归真，教育理念则是崇尚自然教养，也就是对孩子实行放养，由他自己去，大概这意思啊。但是这都是一方的描述啊，并不是客观实际情况。由此看来，放养是这对高学历父母选择自然回归的生活方式后，在教育层面的实践。这样的实践被他们赋予先锋实验的价值色彩，但这和放任孩子肢体退行乃至出现动物化特征有天然之别。从网络视频曝光来看，孩子的行迹已经到了令人担忧其健康发育的程度，长期爬行会否对其脊柱和骨骼发育产生影响？据目击者描述啊，小孩即使直立行走，也双手习惯性吊着下垂，更体现出非人的自我认知，也有点像那个大猩猩那个样子。如果说穿上衣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那么在现代社会里，衣不蔽体、匍匐爬行，更意味着人的符号遭到取消，尊严被剥夺。作为幼儿，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接受羞辱的惩罚。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3岁儿童啊，正处于语言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啊，这个确实啊，3岁小孩，我们农村呢，或者叫中国有种俗话叫3岁看老，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孩在3岁的时候表现出来一些特质，这个将伴随他一生，老了也是这样。所以叫3岁看老啊，他们刚结束用感官来探索世界阶段，正在通过语言和象征性游戏模仿来习得社会角色与情感规则。确实啊，这个阶段对小孩影响是挺大的。正如媒体报道啊，野人小孩的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本身是社会化的成功者，但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他们身上难以体现父母舔犊之情，反而传递出罔顾孩子正常成长的傲慢与冷漠。自然教养也不幸被这对精英的父母滥用，成为一场倒行逆施的个体教育实验。这对父母曾辩称
他们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由，外人没有权利干涉。这是一个有迷惑性的说法。父母给予孩子生命，是否就能全权决定孩子的教养方式，哪怕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我们很少认真讨论父母的角色功能。传统而感性的认知里，父母意味着人生之初的天与地。社会学认为，父母除了基本的生活供养外，还是子女社会化的关键引领者。这意味着他们手把手带领我们从生物人走向社会人，学习与他人相处的秩序与规则，最终像一块拼图嵌入社会系统之中，获得独立与新生。但在子女自立于社会之前，父母对其成长路径的塑造，有时演变为绝对的控制和支配。此次事件里，对于不具备自主意识的小孩，父母的教育权力膨胀到无限大时，就体现为专制的代际剥夺。既然我选择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你也应当跟随。这其中巧言令色的话语陷阱是，孩子并不具备和大人一致的理性与自觉能力，根本无从谈起选择。确切来说啊，是这对父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了孩子。这个过程残忍之处在于，野人式教养是单向且不可逆的，子女完全沦为失去自主人生权利的附属品。确实啊，因为这个未成年人呢，尤其3岁这个阶段，很多事情恐怕造成是终身的这种伤害，就他没有办法再变回来，对吧？再去改善，有些啊恐怕已经终身落下阴影。所以这种教育，这种实验呢，还是要加以限制啊。18号啊，这个南建县官方回应高速服务区现赤裸小孩事件，称对事件高度重视，已成立工作组，针对公众关注的孩子健康状况是否存在虐待、监护与教育问题，将依法依规深入调查，并及时公布后续进展。这个媒体披露啊，说当地政府曾经不止一次上门了解这户家庭的情况，试图进行劝导，但均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我说的啊，基层政府无能为力，对吧？你也不能说基层政府这个不作为，你也不能说基层政府这个水平差，就是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没法弄。所以我能感受到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一位政府人员说啊，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难题，是这家人拒不配合沟通，他们非常不赞同我们大众认知的育儿观念，也就是给人感觉啊，那是对教育孩子理念发生了这个冲突。说当地政府无奈表达，反映出公共力量在救济未成年人遭遇了失灵。自2021年起实行的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国家机关、社区组织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遭受或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的部门报告。这不人家都已经报警了吗？当地老百姓啊看不过去，报警了，警察去了也解决不了啊。南风窗说啊，他说但是啊，侵害的标准评估标准啊在哪里？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样叫侵害？所以我说地方政府他搞不定嘛。当地部门回应媒体说，该家庭经调查未发现生活贫困或虐待情况。在野人小孩事件里，比起显性的物质贫困或暴力侵害，更重要的是人格发育和社会化意义上其正常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可能剥夺。而这种剥夺很有可能以教育自由的外衣加以掩饰。你认为这是剥夺他，对吧？以后融入社会的权利，但是他父母认为这是返璞归真。那你说怎么办？一位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啊，妇联等部门如果发现父母存在不当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的行为，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但这些措施相对柔性，本来就是啊，你上门你也只能劝人家，那最后人家不听，你还能怎么着？说尽管报告制度啊，就是强制报告啊，规定了外人干预儿童保护的合法性，但我们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塑造了一种独立且真空的家庭自治系统，养不教父之过，子女的教养责任由父母全权负责，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很少有人会来干涉家务事，给父母的教育水平打分。用现代社会学的话来说啊，家庭教育处在一种自律的场域，无需外部力量介入，也缺乏监管与纠正，直至当行政和司法力量试图干预和调节家庭的内部关系时，会遭遇顽固的文化抵抗，清官难断家务事。据媒体报道
道啊，此次事件中，父母未给3岁的大儿子和1岁的小儿子办理户口。他俩儿子啊，这个野人这个是大儿子3岁，他还有一个1岁的小儿子，俩户口还没上呢，意味着在医疗、义务教育等方面极有可能免于政府部门的监管，失去享受社会公共福利的权利，将孩子教养视为自领地。那很有可能那小孩从小打那些预防针可能都没打过，摆破啊什么，对吧？种水痘是吧？那育苗啊，新生儿从下来，对吧？这1个月开始不是隔段时间打一次吗？还有个小本啊，上学要用的。根据户籍管理法规，新生儿父母向公安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是一项法定责任，这并不是一件私域内的自由。恰逢反家暴法出台10周年，它打破了家庭的绝对自治壁垒，家庭暴力从家务事上升到国法事，体现了我们系统性干预家庭内部暴力上的进步。值得反复强调的是，个体的人身权利应该被社会看见，家庭内部的支配权利不是封闭的、无限的。在野人小孩的事件里，拍摄视频并爆料的网友与舆论的广泛关注，说明泛互联网的力量可以对家庭可能存在的暴力形成至关重要的补充救济。说这一件事啊，不只需要舆论的震动，更需要认真而具体的调查。若查实监管不当，也应有人为此负责。这是南风窗的一个评论啊，我看有媒体报道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啊，要把这俩小孩带回北京上户口，人家是北京人呐，所以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力感。什么叫无力感呢？你看我们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谁说没法律啊？法律是有的啊，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它保护不了需要保护的人，反而成为那些是吧干了坏事的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伞。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也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我们的印象中，那应该保护这个未成年的，免于霸凌，对吧？免于这个家暴或者免于什么什么，对吧？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运行中啊，这些未成年人保护法反而成了那些干坏事的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伞，这就是无力感。通篇文章啊，还有所有的媒体报道，因为没有采访这对父母他们的想法，也只是根据别人观察的吧，别人只言片语转述的，我们不知道发生在这小孩身上有什么事情。这对父母对这小孩为什么会这样？你说虐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对父母在虐待小孩，没穿衣服在地上爬行的，对吧？这在农村的多的是啊，当然了，现在少见了啊。你在往前推个20年，那满农村都这样，衣不蔽体，对吧？就睡在地上，满脸污垢。它只是跟当下，对吧？社会发展显得格格不入了。我想起了这个20多年前啊，有一部电影叫《刮痧》，那是那个蒋雯丽演的，对吧？也就是那里面一个小孩生病了，没及时治疗啊，就是不舒服吧。然后这个他爷爷，对吧？应该是他爷爷，就给他刮痧，一刮好了，但是他的背上啊，就刮痧不有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淤血那些东西嘛，背上啊就紫一块青一块的刮的，对吧？结果这个孩子好像有一次去医院吧，结果被医生看见了。医生就问孩子，好像是这样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啊。然后那医生就高度怀疑这孩子在家受到虐待了啊。然后他马上告诉那医院的那个护工，那就是那个社工啊。那社工立马就报告了，那是美国政府吧，就启动了那个机制，那小孩就被隔离了，就被带走了。你这家庭虐待小孩啊，人家马上可不是给你做思想工作啊，不是什么劝你啊，好像是直接把小孩就是抱走了，还是怎么着？我印象中啊，而且还要抓那个他爷爷。这个在当时20几年前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感觉非常震撼啊，因为这就是文化的冲突嘛。因为首先我们知道刮痧是什么意思，这根本就不是叫虐待家暴，何况我们那个时候家暴觉得太正常了，这小孩不打能行吗？对吧？也就20几年前啊，就感觉打小孩那太正常了，那就家庭教育啊。完了这个还不是家暴，这刮痧，你这所以当时非常震撼，觉得这个确实中西文化的冲突啊。但是我觉得美国人家是有那么一套机制的，对吧？他有个标准，对吧？你什么情况下就叫虐待儿童，什么情况下你父母就没有监护权，你就不适合，对吧？监护你的子女，所以那孩子就得被社区，对吧？或者被美国政府领养，是吧？收养，就这意思啊。但是我对这美国的法律我不太了解啊，咱们也都是很多都通过这个报道和这个影视作品啊了解的，对吧？比如说啊，未成年小孩一个人在家，你父母短暂外出啊，就说我把这小孩搁家里，我就出去地里割个菜，或者我菜市场买2斤菜，马上就回来，哎，这个要被发现了，完了被邻居啊告发，说你把一个未成年
小孩一个人搁在家里面，好像觉得你的抚养权也可能被没收啊，就被这个叫什么取缔。那你想想，这个在我们这儿，我看咱们的很多媒体报道对吧？那个是父母啊，开车带着孩子去干个啥，然后把孩子一个人锁车里面，自己跑去了，结果那孩子在车里面晒得不行是吧？群众施救，砸车窗户，这报道多的是啊。这个要是搁在美国，恐怕你这父母当不成了。所以说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这我们的法律好像都是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你看看非常详细，但是它很难落实。所以你到了云南那么个农村，对吧？大理州啊，南涧县，你说那些基层人员面对这两个高知识分子无能为力，而且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也无从得知，对吧？按照我们现在我们普通人的观念，这就是个模糊地带了，就是我也没虐待他，对吧？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有，对吧？他只是喜欢在地上爬，那就是爬，他不喜欢穿衣服，这不让他穿。我这是对吧？我这是遵从他自己的意愿，他穿衣服他就撕，说他有湿疹嘛，身上有皮炎呐，衣服就痒啊。云南的地方估计也不冷，光着就光着，所以有的时候你基层政府的人跟他讲道理，你讲不过他，说你这孩子你该怎么管他，对吧？让他怎么样怎么样，人家说关你什么事啊？就咱们又没有那种强制说把孩子抱走，地方政府才不干这事呢，对吧？他也没钱，那钱用来这个发这个什么发工资还不够呢，所以报警都没用。实际上我看这个事件啊，我认为这是一个确实是家庭教育观念的一个问题。这对家庭啊有点极端啊，就是放养，但是还有一种极端，对吧？牢牢控制，严格按照我的要求，按我画好的轨道往前走，就是凸显一种父母的掌控。养成习惯了啊，一样的，到了20几岁、30多岁，永远还是个大宝贝。他虽然表面上看融入社会、直立行走，对吧？像个人，实际上思想上和一个未进化的儿童有啥区别啊？也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看啊，有形的这种好像脱离社会，你能看到与社会格格不入，他不穿衣服吗？学狗一样的爬，这是有形的，我们能看到。无形的呢？有形的实际上伤害比无形的还要小，无形的这种伤害更大。有多少人，对吧？在父母的这种管教之下，在咱们这种家庭教育之下，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独立，也就是没有办法直立行走。形体上看已经直立行走了，但是思想上还在爬行。我又说了前不久对吧，那个陕西浔阳那个悲剧，你看教育了2个大学生，一个还是老师呢，他独立了吗？他表面上看是融入社会独立，实际上思想上是不是还在爬行啊？还在父母牢牢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我们韭菜，我们老百姓，我们网友啊，过于关注表面。我不是说赞成啊这个父母对小孩这样，对吧？在他们没有接受采访之前，没有说出这中间的原因之前啊，我不做过多评判。这小孩看着让人这个确实心疼，但是他背后到底有什么事情？因为这孩子还有爷爷奶奶，如果这个父母俩人脑子有病，他的爷爷奶奶难道不干涉吗？好像爷爷奶奶我看的视频拍的啊，好像也不是特别那个反对，也就是这小孩的身边人，他的亲属好像都不是特别反对，但是外界就是村民对吧，还有其他的人非常关心。所以这里面就有沟通的问题，就有一些信息差。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啊，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它的界限在哪儿，对吧？什么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啊，根本就不问你理由，直接把人带走？我看这个大众的意思啊，网友的意思，那就要求这个夫妻俩，这父母啊，也得按照咱们的标准，咱们通常认为的标准，你觉得你必须也这么教育孩子？我们通常标准是啥？有没有个界限呢？对吧？当然全社会都要鸡娃的时候，不鸡娃那就是犯罪，是这意思吧？也大家都鸡娃，你不鸡娃，那你对孩子不负责，不负责，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就有理由去帮他，批评一下他？你怎么这么放纵孩子呢？或者放学了你不给他报个什么辅导班？因为大家都报啊，你不报，你不是不负责任吗？我们不能通过这个小孩没穿衣服，小孩乱爬，就说这父母对孩子冷漠不管，好像也不是，人家也安排出去旅游，小孩带着。我记得一个采访啊，就是姜文，好像他有2儿子吧，还是姜武啊，我记得不太清楚啊。有一次采访说，就是他儿子才一个是8、9岁吧，一个10来岁，反正就很小，他就把他送到这个什么一个特别苦的地方，暑假让他在那吃苦。那我就觉得有人就可以指责他，对吧？孩子这么小，你放那儿吃苦有什么必要啊？你这教育方式是不是该检讨一下？但人姜文说关你屁事啊！我这锻炼孩子这叫什么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很多落后地区对吧，或者欠发达地区，那7、8岁的小孩就开始做饭了，对吧？在那锅里开始做菜，7、8岁的小孩有的不仅做饭，还得带孩子，带自己的弟弟妹妹。那要按我们现在标准，你完全可以说他是虐待孩子，这不就是童工吗？对吧？7、8岁正是玩的时候，正是结果你让他干活，每天沉重的家务事。现在大家关注啊这个小孩的教育，这是好事，对吧？说明大家对未成年人
非常这个在乎，但是这里面界限在哪里？这个确实是个模糊地带，过多干预也不好，干预少了又有悲剧。有的孩子不穿衣服是因为没钱，对吧？穷，但是他们家孩子不穿衣服，显然不是没钱，显然不是穷。最后啊，我倒是觉得这个孩子的父母啊，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对吧？看看这个精神心理是不是正常。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